你结婚呢？奶奶，没有，我没有要怪您的意思，因为我们之间根本就不认识，突然一下要生活在一起，还要睡在一起，我怕我适应不了这样的生活。人这辈子啊，总是要找个伴儿的。我年纪大了，说不定什么时候啊，就去找你爸爸他们去了。所以趁我还在，就想给你找一个称心如意的媳妇儿陪着你。人和人之间啊，那都是相处出来的，知道吗？奶奶现在唯一的心愿啊，就是能早一点看到你的孩子，那样我也就没有什么好牵挂的。奶奶，我答应你，结婚。那我到这儿看看你的好运能好到什么时候？呼吸城身边美女如云，就凭你的姿色，就算当了总裁夫人，你的位置也坐不稳啦。你的脸型很好，不需要动刀。医生，我并不想开刀，我的意思是，你有没有其他办法能让我的下巴更尖一点，脸上轮廓更好看一点呢？你如果一定要做调整的话，脸部嘛，打一些瘦脸针和轮廓针。下巴，我可以给你注射一些药物，起到填充的作用。好，那我大概什么时候可以做呢？我想快点，因为我马上就要结婚了。好，我现在就给你安排注射，让你做一个完美的新娘。好。你说什么？你要结婚？对啊，请柬不是给你们家送过去了吗？你脑子进水了吧？说结婚就结婚的？我奶奶年纪大了，想抱曾孙子。那真爱呢？不找了？真爱继续找，婚呢？